刀仔怒插金 iPhone 唔爛都超肉痛啦。iPhone 5S 出香檳金，睇嚟珍珠都冇咁真啊，因為又有 model 機背流出，仲俾外國網民攞嚟做防刮大測試。首先係用普通硬幣，第一次正常力，第二次就大力，唔使喊嘅，好彩只係污漬，抹走咗又好似新嘅一樣啦。側面都唔馬虎噶，銀仔刮極都冇事。跟住就禮真啦，搵刀仔腳。哇，手下留情啦，大佬，真係損傷慘重啊！黑色就似乎刮甩咗唔少油，金色睇落就冇咁傷。希望真貨真係夠襟啦。新機就快見街，新 Apple Store 據聞都陸續有嚟啊！成日俾自由行逼爆嘅廣東道，網民就影到，本來喺唐朝糖水鋪位置嘅樓上，成幾層都變咗落地玻璃，驟眼睇都似中環嗰間旗艦店，成陣蘋果錘飄咗出嚟啊！如果真係蘋果店，香港 total 就會有4間啦。